我们再来看一篇记叙文的写作范例，题目是“我很好了解客家粽”。我们一样先从题目本身来分析，先找题目的名词和量词，记得吗？这些就是题目的范围和限制。决定我们能不能写到题干核心重点的是题目里的动词和形容词。所以根据这个题目里面的名词有我、客家粽，所以我们要先确定写作范围，而这个题目的限制是要求写亲好，也就是最爱的，所以有隐藏的量词在里面，我们只能写一个哦。再来，题目的重点只有一个动词，就是了，所以大家要能够写出这个客家庄到底有什么可以撩的地方？你自己本身曾经去过那边，然后是怎么玩的？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最值得推荐游玩的方式，在文章中具体的介绍。接着必须快速的做全文的构思立意，像这篇是偏重记叙文的文体，建议一样可以采用4段论述。总分分总的结构来下手，你可以这么规划：第一段，选定一个客家庄的背景介绍；第二段，在这个客庄的所见所闻，好看的、好玩的；第三段，也是在这个客庄的所见所闻，好玩的加好吃的；第四段，总结特色，回扣主题。这是我最喜欢去玩的客家庄。我们来看以下范文示例。